好啦，2019年 DSE Paper 2嘅第42條啦，咁就係一個計概率啦。咁首先你要記得概率條公式咧，其實就係你想要嘅事件啦，再除翻你總共嘅事件啦喎。咁而家睇一睇啦，我哋有2個綠色杯，跟住8個藍色同埋9個紅色嘅，即係 total 有19個杯啦。我哋 total 有19個杯。咁而家係想抽6個杯出嚟喎。咁你要分得清啊，其實 C 同 P 嘅分別係咩咧？咁 C 咧其實就係講緊個組合啦 ，P 咧就係講緊個排列嘅。而組合同排列之間有咩分別咧？咁其實 C 就係代表係唔重視個次序嘅，而 P 咧個次序就係重要嘅。咁你留意翻，其實我19個抽6個出嚟，其實係只係重點係抽咗啲咩杯出嚟噶嘛？邊個抽先，邊個抽後其實唔重要。咁換言之，我哋今次用嘅係 C 啦。好，咁所以總共嘅事件咧就會係19C6啦。咁樣再睇一睇啦，佢話至少一個藍色杯啊嘛。咁你每次見到一個至少嘅時候咧，都可以諗一諗佢相反嘅事件係乜嘢咯喎。咁至少一個藍色杯啦，即係想大過一個藍色，係嘛？大過一個藍色啦 ，blue 啦。咁佢嘅相反自然係將呢個大過等於變做細個啦。咁你細過一個藍色，咁細過一個藍色，咪即係等於0個藍色啦，因為唔包括1啊嘛。咁一個藍色都唔票嘅話咧，即係剩低個11個數字入邊，剩低2個綠色同埋9個紅色入邊，抽晒個6個出嚟啊嘛。咁換言之，我哋就係想要11個入邊抽晒個6個出嚟，就係我哋想要嗰條紅色啦，係咪？咁呢個係佢嘅相反事件啊嘛。咁換言之，我哋想要嘅 probability of 大過等於1個藍色咧，咁自然就會等於1減翻個 P 細過1個藍色。咁所以就等於1減11C6。再除翻19C6啦，咁個 C 喺邊度撳啊？你就可以撳翻C 咧，就會喺個除號嘅上邊啦。個 C 字你就要撳翻 Shift 個除號嘅 ，OK？ 咁所以就會等於1減翻11C6，再除翻19C6啦。咁答案就係11/646。咁答案就會係635除翻646啦。咁答案就會係 C 啦。